嗰啲叫做減肥針啊，或者咩瘦手筆啊，其實呢啲減肥藥物個成分又係啲咩嚟嘅咧？佢哋點可以幫到我哋去減肥咧？除咗藥物之外啦，係咪都有啲手術嘅方法可以幫到手咧？我都有聽講，好似有啲好似放水球啊呢啲咁樣嘅方法嘅喎。咁係啲咩嚟嘅咧？咩人真係需要去到做縮胃手術咧？Call me doctor, I Dr. Amy. Call me doctor，我係徐醫生。Hello， 大家好，歡迎收睇 Call Me Doctor， 我係 Dr. Amy。咁上集講到有關減肥嘅迷思啦，同埋講緊點樣可以有效去減肥。咁今集我哋亦都好榮幸可以請到外科專科醫生徐俊苗醫生嚟同我哋講解有關喺臨床上可以用到有啲乜嘢嘅減肥嘅藥物啦，同埋有啲咩手術嘅治療。徐醫生你好。Hello，Dr. Amy。其實有好多人呢試咗好多種唔同嘅減肥方法啦。揾埋專業嘅營養師啦、健身教練啦，但係都減唔到肥喎。咁其實喺臨床上，我哋醫生有啲咩可以幫到手嘅咧？係啦，好多謝Dr. Amy 你嘅問題啊嚇。喺臨床上，我哋醫生去幫手嘅話咧，咁我哋都好需要第一，即係了解佢所做過嘅減肥嘅方法係啲乜嘢啦嚇，營養師幫佢用嗰啲乜嘢模式啊，運動方面又做過啲乜啦嚇，會唔會好似我哋上集講過啊？其實佢做嗰啲嘢根本就係唔開心嘅，唔 enjoy 嘅嚇，好似當咗一個任務咁樣去做，所以佢根本就即係做唔到佢想做嘅嘢啦。咁呢啲我哋要同佢分析下。好，第二級別就係我哋係咪要一啲臨床上可以幫到佢嘅方法？嗱，喺用呢啲方法之前，我哋都需要翻去睇清楚究竟個肥胖究竟有幾影響佢，係咪去到一個即係喺健康上已經有一個明顯問題嘅時候，我哋先係考慮用呢啲方法。我哋頭先上集講過話用除咗 BMI 以外啦，仲會用埋佢嘅腰圍啊，或者計啲腰圍同臀圍嘅比例啊，腰圍同身高比例，去判斷佢嗰個肥胖有幾影響佢。但係除咗睇呢啲數字有冇過咗之外咧，喺去到決定用唔用其他一啲醫學級別嘅方法去減肥咧，好多時候都真係要再仔細去同個病人去傾傾嚇，睇下個肥胖實際影響佢健康有啲乜嘢問題出咗嚇，亦都上集有提過唔同身體器官嚇都有受肥胖影響啦。如果佢已經中咗頭先講嗰啲數字嚇，數字又超過標，然之後咧又發覺啲器官亦都有開始受到脂肪破壞嘅跡象，又或者佢嘅生活好受影響啊。譬如有啲人可能係行路都有影響啊，綁個鞋帶都有問題啊。咁呢啲我哋好明顯係要用盡唔同嘅方法去幫佢。咁再有晒頭先嗰啲問題啦，去再幫佢，我哋通常可以考慮就係喺生活改變以外加一啲藥物嘅輔助。藥物好多時候佢係一個信號，幫我哋嘅大腦啦去應對去面對緊一個可以接受低能量收入嘅一個生活。佢唔會喺減肥嘅時候，大家都要食少啲嘢啦，減少咗卡路里收入啦。有藥物嘅輔助，佢會更加接受呢種生活，唔會咁快就會有啲反制嘅嘢發生緊。譬如話肚餓啊、冇力啊、做唔到啊、不如算數啊。有藥控制嘅時候，佢可以即係幫到。最常用嘅藥物咧，我哋有幾大類嘅嚇，喺香港註冊咗可以即係攞嚟做減肥嘅藥物咧嚇，包括有一啲中央神經抑制嘅藥物啦，直接去抑制我哋嘅大腦喺食慾喺嗰個針對飲食攞到嘅一種快樂感嗰度咧，可以去阻截佢，等佢可以即係減低個食慾啊。另外一類嘅藥物咧係一類叫做腸泌素嘅模仿劑。咁我哋大腸本身，我哋腸道本身咧係會分泌好多唔同嘅信號回饋翻俾我嘅腦部俾我哋嘅身體聽，個能量已經足夠啦，你要停啦。而家揾到呢啲信號，可以做翻藥出嚟咁可以咧直接話俾我哋嘅身體同大腦知道你已經足夠咁呢啲就係我哋一啲常用嘅藥物。咁依家其實我哋見到有好多廣告啦，或者係地鐵站有時都見到嘅。嗰啲叫做減肥針啊，或者咩瘦手筆啊，其實呢啲減肥藥物嘅成分又係啲咩嚟嘅咧？佢哋點可以幫到我哋去減肥咧？
如果針劑類嘅藥物咧，就好多時候係我頭先講嘅腸泌素類別嘅藥物。咁腸泌素暫時大部分嘅藥物都係用針劑，因為如果食落去嘅咧，大部分會俾我哋腸道肝臟消化咗之後咧，就入唔到我哋嘅身體。咁所以佢發覺要打針直接打落去皮下脂肪，由皮下脂肪吸收咧，個藥力先至可以即係去到我哋嘅身體。咁有機會嘅嗰類嘅藥就係呢啲嘅腸泌素類嘅藥物咯。亦都有另外一啲藥物啦，咁其實就係我哋知道同糖尿藥都有好類似嘅，都係糖尿嘅成分嘅咁嘅 GLP-1 agonist 啦。咁佢哋其實咧都係好似啱啱阿徐醫生咁講啦，都係抑制住我哋嘅腦部嗰個食慾嗰個問題啦，佢可以幫助我哋去減少我哋好想進食嗰個情況嘅。係啦，咁但係咧，始終所有嘅藥物啦，都一定有佢嘅副作用喺度嘅。咁所以喺服用任何嘅藥物之前啦，都應該真係去你哋嘅家庭醫生或者專科醫生啦，去做翻一個詳細嘅檢查，去睇一下呢個藥物適唔適合自己，會唔會喺打完之後呢啲藥物有任何嘅副作用，例如輕微嘅副作用，有機會導致一啲頭暈啊、作嘔作悶啊，或者影響到一啲腸道吸收嘅問題啦。咁但係去到有啲嚴重嘅副作用，係有機會導致譬如胰腺炎啊，或者係腎衰竭啊，甚至乎係導致啲情緒抑鬱症啊呢啲咁樣嘅情況嘅。咁所以大家記住咧，就唔好自己走去網上啦，或者去啲非法途徑嗰度咧，去自己去買藥去嘗試啦。咁徐醫生，除咗藥物之外啦，係咪都有啲手術嘅方法可以幫到手咧？我都有聽講，好似有啲好似放水球啊呢啲咁樣嘅方法㗎喎。咁係啲咩嚟嘅咧？喺手術級別嘅治療啦嚇，咁有唔需要去到開刀嘅方法就係水球啦嚇。咁水球好直接就係將一個水波放喺個胃裏邊嚇。咁當然個水波咧係放咗落個胃先至灌水，如果唔係咧，你灌咗水根本就放唔到落個胃裏邊嚇。咁個波就會留喺個胃裏邊嚇。咁睇下個唔同個設計啦嚇，有一啲就可能幾個月，有啲就可以甚至擺到1年嘅時間嘅。咁就喺裏邊直接就撐住個胃，壓咗個空間，令到你食嘢嘅份量會好有效控制到。咁自不然食少咗，自不然係減少咗卡路里收入。咁但係都我哋講緊唔係一啲每一個減重嘅方案咧，都係一個需要配合全方位嘅生活改變。呢啲全方位生活改變好多時候都需要配合埋有即係合資格嘅營養師啊、運動嘅教練去幫手去制定嘅。個原因就係如果你純粹係因為假設擺咗個波咁我撐住食唔到，你開始頭嗰2個禮拜可能係食少咗喎，食得多甚至嘔添，係冇錯，身體開始瘦。瘦嘅時候就係話，我就會話我哋個大腦就開始俾信號，叫你停。佢個方法就係，你係食唔到，你就會有好多其他嘅改變，包括可能你會好攰啊、好冇力啊、嘢又做唔到啊。你做唔到嘅時候消耗會少咗啦。咁所以雖然你收入少咗，支出又少咗喎，咁所以令你嗰個效果會減咗啦。咁然之後，你個身體又會話我既然食呢樣唔得，不如我飲一啲高能量嘅飲品啦嚇。佢可能去咗飲一啲糖分重嘅水啦。雖然就食唔到一啲固體食物，但係佢透過飲用一啲高能量飲品嘅時候咧，佢個人會舒服好多。咁所以佢不自覺會喺佢嘅生活度咁樣改變咗。咁所以咧，如果佢喺擺水球之後冇一個即係專人可以去再輔助去幫住睇實佢嘅生活嘅改變咧，我哋都會容易見到個效果未必咁理想嘅。咁所以呢啲我哋每一個都係一個輔助嘅方案，但係同時間佢都最需要係有一日有專業嘅團隊去幫佢，咁先令到個效果可以事半功倍。咁可唔可以講解一下嗰個水球係點樣擺落去咧？咁到之後啦，個水球又點樣攞翻出嚟㗎？OK，水球咧放置咧有幾個模式嘅，咁比較多出現比較多用嘅方案咧就係經內窺鏡，咁其實就照胃鏡啦。照胃鏡嘅時候，我哋同時間個水球會放埋落去，然之後咧胃鏡會睇住個水球個位置啦。個水球放咗落去咧，佢仲會有一條引流管咧放翻出嚟。咁我哋就當內窺鏡睇住個水球喺啱個位置咧，就可以經嗰條管道就灌水。咁個波就會打脹，大概通常就係450-500毫升左右嘅水分啦。咁然之後就可以戳一戳嗰條管，通常就會甩咗，個波就留翻喺裏邊。全程內窺鏡睇實，亦都可以
可以好清晰，即係可以保證嗰個即係安全嘅情況。咁甚至我哋個內窺鏡個好處係喺你水球放之前，先用內窺鏡睇清楚個胃裏邊有冇損傷啦。有損傷可能唔適合擺嘅，又或者有啲人咧胃酸倒流好差啊，橫膈膜鬆開咗啊，我哋俗稱嘅橫膈膜正名啦，橫膈膜裂孔疝氣。有呢個情況嘅話咧，佢可能擺完個胃水球咧會胃酸倒流到生活唔到嘅，佢哋會咁嗰啲就唔應該擺。咁所以照胃鏡先至再擺水球咧，就會令到個水球過程更加安全。咁攞走個水球咧，就都係用內窺鏡都係經過胃鏡啦，落去揾翻個水球。我哋有一支即係用管狀嘅針，咁可以直接吉穿佢就抽翻啲水，咁個波就可以夾翻出嚟㗎啦。市面上亦都曾經有過一款可以即係經吞咽去放入去胃嘅水球啦，咁就唔需要照內窺鏡嘅病人或者客人可以直接將個波就吞落去，然之後 X 光去睇個位置，啱位置嘅時候咧，個波依然係有一條小嘅膠管去連接住嘅，咁我用嗰條管去灌水，灌完水夠啦，再照 X 光確定位置，拉一拉條管一甩咗就可以個波留翻喺裏邊。不過最新好似呢一管暫時香港冇供應，咁所以就未必有得做喺香港就。明白。咁有冇話點樣去判斷究竟個水球喺入邊擺幾耐嘅咧？佢哋去減重嘅時候有冇話要減到幾多嘅時候先應該去攞翻個水球出嚟 ？OK， 水球擺幾耐咧，其實唔係醫學上決定，係個製造商去根據個物料去決定嘅。咁所以大概你預有啲係4個月，有啲1年咁樣樣嚇。咁減幅咧就我哋講水球呢個係一個減重嘅輔助方式啦。咁其實佢大概可以俾到10% 左右啦。我哋平均講10至12% 左右嘅體重減幅嚇。咁呢個係水球可以俾到嘅嘢。而佢個減幅咧唔係因為你擺得夠耐，或者我1年喎，咁我不如擺2年啦，又或者係咁有個4個月水球，有個1年水球，係咪1年水球一定減得好啲咧？其實唔係，係水球大概不論你用邊一款都好，個減幅大概都係講緊平均10% 左右。咁佢大部分個體重都係喺擺完水球頭嗰2至3個月就出現㗎啦。咁之後咁既然得啦，點解我波要擺1年呢？咁你要明白喎，個水球如果你3個月後一攞走嘅，其實你好大機會嗰啲飢餓感翻晒嚟啊，食嘢個控制有機會會翻去以前，咁你亦都會有一個即係復胖嘅情況出現。咁所以擺1年呢個作用咧喺我眼中咧係你應該要把握有個水球喺個胃裏邊嘅時候，點樣去改變你嘅生活？可能你嘅生活模式以前係慣咗落街就係行入茶餐廳度就係嗌個 ABC 餐去食但係因為有個水球喺度，令你的起心肝要諗一諗，咦，其實朝頭早我唔一定係要落街就行入去隔離嗰間茶餐廳嘅喎，我可以自己準備下啲嘢食啦，我可能甚至有1-2餐用代餐去幫手啦咁呢啲都係一啲即係令到你生活改變，透過呢一個水球，迫使你去了解原來我哋喺個社會喺個生活裏邊原來擺落口嘅嘢都可以有咁多唔同嘅選擇，而呢啲選擇甚至你要時間去適應個時間裏邊，甚至亦都可以幫你改變埋你嘅生活社交圈子。可能你平時群開嘅朋友都係用食去做交流嘅，一定係埋嚟見到你就俾嘢你食，喂，呢個先係對你好嘅。但係你擺咗水球之後咧，一食你係嘔嘅，你啲朋友都知道，一見到你都唔應該揾嘢食去幫你。你用呢半年9個月嘅時間，令到大家都明白你其實唔係用食呢個方式去生活，用食呢個方式去攞滿足感咁樣就話喺等你攞走個水球，如果你個環境個變化冇翻去即刻最初個環境咧，其實你減重個效果就有機會可以即係維持到更耐啦。咁除咗水球之外啦，咁有冇其他嘅外科嘅方法啦？例如其實以往都有好聽講關於縮胃嘅手術嘅，咁可唔可以亦都解釋一下咩人真係需要去到做縮胃手術咧？其實再強下一個級別嘅減重輔助方案咧，就係外科減重手術。外科減重手術咧，就係頭先正阿 Amy 你講嘅縮胃咁縮胃係其中一款嘅減重手術啦，亦都係一個最常見喺亞太區或者香港區做嘅一個步驟佢做嘅步驟就係將個胃咧係變成一條香蕉咁嘅形狀，將個大彎切走，大概容量由原身嘅份量減到得返原身1/4至1/5左右個容量當一個香蕉形狀個胃部嘅時候咧，佢
佢第一直接當然就係個容量會少咗啦。但係原來呢個唔係最緊要，最緊要係佢做咗胃部切除之後咧，會改變咗個胃所分泌嘅一啲荷爾蒙。其中人體嘅一隻飢餓荷爾蒙咧係由胃部分泌嘅，透過呢個手術會大大啲減低呢個飢餓荷爾蒙嗰個分泌啦，令到人體會自動覺得，咦，我真係唔係咁肚餓啫喎，我真係可以唔使食咁多喎。胃亦都有好多神經信號回饋俾個大腦話俾你聽食夠定未食夠。同樣呢個手術係改動咗呢啲嘢，所以唔係咁簡單，只係因為個胃嘅容量細咗而令佢瘦，而係我哋透過改動咗我哋嘅腸胃內臟嘅結構咯，然之後改變咗個腸胃回歸翻去大腦嘅信號，而係呢啲信號改動咗，令個大腦自己覺得，咦，根本我唔係需要咁多能量嘅喎，我身體儲咗咁多能量唔得啊，太多，我自己都會主動去過一啲生活去減少翻，將我身體多餘嘅能量消耗咗佢，令佢自己主動去過呢個減重個生活。呢一類嘅手術呢，我哋講緊通常適應一個簡單都係用翻以前 BMI 做一個界線啦。通常 BMI 27.5或以上咧，開始可以考慮呢啲藥物啦，或者水球呢一類嘅方案。如果 BMI 去到32.5或以上咧，就可以考慮用呢啲即係手術嘅方案去將嗰個減重嘅效果去再即係加強同埋維持得更耐。咁喺揀選呢一部分嘅人去做手術之前，佢哋有咩需要去注意嘅咧？做手術嘅病人，我哋會先都係第一評估翻佢個身體嗱，因為佢能夠適合做手術，自不然一定係個肥胖程度比較嚴重啦。咁我哋要更加小心佢個身體已經有冇受到肥胖嘅影響啦。譬如原來佢已經有糖尿病，亦都好差嘅，佢要先好好咁樣控制咗個糖尿病啊、高血壓啊或者睡眠窒息呢啲問題都要好好調控咗，先至可以去做手術。呢一啲手術係一個即係非緊急手術嚟嘅，我哋絕對應該將個人體嘅狀態調整到最安全嘅狀態先去做手術，務求令到手術可以係萬無一失啦。咁而手術本身得個微創嘅手術啊，對身體嘅創傷其實都係好少，一個住院大概5至7日嘅時間，基本上已經完成晒。出得院其實可以回歸翻正常，做翻日常要做嘅所有活動嘅嚇。咁要準備佢時候咧，我哋除咗話頭先講喺健康層面嗰度要令到佢嘅身體做手術嘅風險減到最低，同時間我哋都要令到佢明白減重之後要過嘅啲生活啊。因為同樣地啦，同頭先我喺講解水球問題時候一樣，佢唔做完呢個手術都係佢個生活同佢過嘅環境，令到佢少咗卡路里嘅收入，增加咗卡路里嘅支出而令佢瘦。我嘅手術又好，或者水球又好，做嘅嘢都只係幫佢去過呢啲生活，唔係直接地因為做咗個手術，佢瞓醒個覺突然之間瘦咗。咁所以喺呢啲過程裏邊，我哋都需要咧做減重手術嘅人啦，佢係要有埋一個團隊去支援佢生活上嘅改變啦。好多時候一個好嘅營養師啊，一個運動嘅教練都係需要陪住佢去過呢條路，絕對唔應該係一個心態好似係膽石咁樣樣。我揾醫生做膽囊手術切除咗啦，膽石問題解決，一天都光晒。減重手術唔係呢一類型嘅手術，佢需要事前都要有埋一個團隊去支援，個支援係幫佢準備好過呢個減重後嘅生活，而有埋呢個減重手術咧，就會令佢喺術後過呢一啲減重嘅生活會過得更有效，攞到更多嘅效果。咁當佢喺完成咗呢個減重手術之後咧，例如佢真係食多咗嘢，個胃又叫做撐大咗少少，有冇機會再次去做嘅咧？其實有冇咁嘅用處咧？好好嘅問題啊嚇！咁頭先你講嘅咧就講緊係縮胃嘅情況啦。如果縮胃嘅病人隨住時間好似慢慢都會食多咗喎，份量個容量大翻喎。第一唔使太緊張先，因為我頭先講過，容量唔係最影響減重效果嘅。最影響減重效果都係翻去睇佢嘅一啲腸胃荷爾蒙啊、胃部回歸大腦信號嘅改變。咁呢啲信號改變始終都係因人而異。做同一個手術，有啲人嗰個信號改變好強，好自然已經減重效果好好 ，keep 到好耐。調翻轉有部分人減得唔係好好，佢未必係因為嗰個手術做完之後個胃佢食大翻，未必係。其實可能只係嗰個改動所造成嘅信號改變，
唔足以改變到佢大腦嗰個信號啊。咁呢一部分嘅人，我哋通常會做嘅咧，唔係再將佢個胃再做翻細啲。好多時候我哋要同佢研究係唔係改另一種模式嘅手術。咁另一種我哋常做喺減重裏邊會做嘅手術係一啲叫做繞道嘅手術。繞道嘅手術簡單講咧，就係我哋食嘢落去啦，經過胃之後就落腸。但係原本咧佢要行晒成條小腸先至去到大腸，我哋而家叫佢行一半路就算啦，做條好似灣仔繞道咁樣樣，你唔使行晒成條電車路，直接就可以喺北角出邊咧就去到我哋嘅中環。咁個食嘢落去個胃，直接就有一條中後段嘅小腸駁上去個胃度，就可以直接去到中後段啦。而發覺呢一個咁嘅繞道過程咧，係會激發起我哋腸道製造好多唔同嘅荷爾蒙。其中頭先你Amy 你講到嘅藥物級別一啲腸泌素 GLP-1 嘅受體促效劑啦，其實佢源於點樣發現呢隻藥咧，都係喺做完呢一類繞道減重手術嘅病人裏邊喺啲科學家研究嘅人員啦，佢哋抽血驗嘅時候，發覺呢個荷爾蒙改變好大喎，先至發現原來我哋隻腸自己係做到呢隻荷爾蒙。咁即係話咧，做繞道嘅手術咧，差唔多就好似你唔需要再拮針啊，自己個腸都會製造呢一類嘅荷爾蒙。而頭先講嘅一啲 GLP-1 類型嘅荷爾蒙改變，只係其中一種啦。減重手術講緊可以做緊10幾20種嘅呢一啲即係腸道荷爾蒙嘅改變。咁所以當縮胃完之後，好似減重效果唔係好好喎，個胃又好似脹翻啲喎，咁我哋要仔細睇啦，究竟係真係個胃脹而令到佢復胖咧，定係其實根本嗰個信號不足啊？信號不足嘅話，我哋suppose要做嘅就係改變佢嗰個做嘅模式啊，加其他嘅腸胃改動，去令到有啲新嘅信號而唔係淨係將個胃縮小，去令到個效果更好。咁今集我哋都講咗好多關於藥物啦，同埋一啲手術嘅治療去對應翻減肥嘅情況。咁減肥真係一門終身事業啊！咁減肥除咗係可以改善到我哋嘅外觀之外啦，咁其實都真係對我哋嘅身體健康咧係好重要嘅。咁大家應該咧都揀選一個啱自己嘅減肥嘅方式方法。咁除咗揾專業嘅營養師之外啦，咁亦都可以揾健身教練同埋醫生嘅團隊去一齊幫你定製適合自己嘅減肥方法。咁如果大家都中意我哋嘅內容，記住 Like、Subscribe 同埋 Share 健康好人生。拜拜。喂，睇完片唔好走住啊！記得要訂閱我哋會繼續同大家分享健康同埋養生資訊，陪大家追求健康，享受精彩人生。